咱做来共读上帝话，圣经记载伫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5节。咱所有的版本，请看荧幕。诗篇第103篇1节到5节。我的心神啊，得着俄罗耶和华。囝仔伫我内面的，也着俄罗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俄罗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拢总的病。第4节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，用好面祝你的心愿。互你福到少年，亲像鹰鸟。以上，这是咱遮本堂老团队来讲道。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好求诽谤，台语叫做讲好求甲讲出去。兄弟姊妹平安。这礼拜咱拢开讲嘛开学啊，咱敢有拄着好求，咱敢有讲出去啊？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阿爸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好听听阮，伫即世间，主啊，不管运境如何歹，主你就是定意要听阮，而且你教阮伫地。主，你互阮有真侪机会，就是伫迄个真重要的时阵，主阮要做选择，总是主阮无孤单，你永远教阮伫地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开讲开学头一礼拜。你就要来赏赐，互阮5个真重要的祝福。主，恳求你，互阮的心准备好，拍开阮的心。阮听你的话语，你的真理，阮会当得到自由，嘛会当明白，阁有勇气来行出去，会当真做阮生命中的帮赞甲尊责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想，若无拍过野球的人，伫台湾人真侪拢知影，嘛捌看过野球，哈，这是啥物情形啊？这啥物记号？2号3坏，2号多，对吧？哈，这个足关键的哈。当你若是徛伫迄个轮到你 U-turn， 轮到你，你要来等，这个球下骹的球是好球。是什么？还是坏球，对不对？若好球，你要诽谤无？要讲出去无？讲出去总是伊嘛有可能什么3振出去，对吧？所以因为伊个无啥好嘛，迄球无啥好，所以你讲袂着嘛，哈。有可能什么歹球，你就安那？其实你等咧遐保守就好啊。咱人生真济的时阵，就是伫个2好3坏，咱要听候。咱要做选择，这个时阵真紧张，咱的心有当是真白白，咱的心有当是安那摇摇喘，咱的心有当是真冷静。到底咱头前人生的前途是安怎啦？到底咱头前的人生有确信、有远望无？今仔经文大笔就来讲这个，唱这个歌，唱这个诗歌。伊搁较济讲，咱若是伫紧张的时阵，咱若是咧境遇好歹的时阵，我的心就爱来阿罗上帝，我的心就爱来仰望上帝。毋通袂记哩，这位上帝是对摩西、对世世代代引带听叹的主。咱的未来是啥物？你对你的未来敢有惊吓？伫小年夜迄天暗时，你有惊吓无？伫咱的大年初一，国际新闻一拍开，国际经济，你有惊吓无？咱对未来敢有惊吓？传道要讲，咱若是伫重要时刻不断来感谢，感谢就是互咱搁不断来思想。伫这个图。这个教堂是剑桥大学圣玛利亚教堂，伊内面有2个祈祷的这个
贵的迄个垫子，就写这两字呢。一个叫做啥物？感谢；一个叫做啥物？思想。想起来啊 ，think and 什么 think， 差一个字母尔。意思是安那？咱不断感谢，咱就不断想起上帝，咱不断想起上帝古早安那来带领咱，咱就不断的感谢。咱愈感谢，愈想起，咱就愈有信心，咱就感觉对未来安怎，拢无畏惧。我们对未来没有畏惧，咱对未来无惊吓，除非咱袂记哩，除非咱袂记哩什么？除非咱袂记哩上帝捌伫咱身躯前所做的一切，除非咱袂记哩圣经遮的圣者、遮的属灵的前辈因所领受上帝，除非咱袂记哩。所以今仔日大笔，伊就透过今仔这个诗，甲咱讲有从有五个恩惠，要来祝福伫咱的身躯，已经临到伫咱的，咱毋通袂记哩。当咱若咧困苦，当咱咧真惊吓的时阵，咱就要来想起来，紧来算数，咱就来想，咱就来感谢，咱就哪来感谢，咱就哪有气力，咱来哪想思考上帝，咱就哪有对上帝遐的策略看见，咱哪就有勇气。所以咱就要记得什么？记得上帝要互咱的五个恩惠。头一个上重要，就是伊赦免咱，互咱一切的罪孽。咱人真正拢是完全的败坏，咱的生命就亲像这个败坏，罪互咱一空一空一空。这个图讲的就是今仔日这篇诗的作者，什么人？大卫。伊伫人生第撒母耳上悬。16章以后，伊被竞选，总是伊无马上做王。伊经过真苦难，去用对杀对无？去用扫罗王对伊杀。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结束，伊拢还阁无做王哦。伊甲撒母耳记下，才经过一段时间，伊才做王。做王了后，伊开始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嘛开始安那，困到早起时，即摆还袂起来。下晡时才困起来，可见伊早起时拢无做啥，早操啊，拢无去带兵啊，已经安那软正，已经无甲上帝关系无遐尼好啊，已经袂记哩啊，忘记了，忘记神，忘记这一位曾经拯救他，袂记哩这位上帝啊，出去外口行啊。头前目睭头一眼看到水，这个水查某囡仔叫人来讲，来带伊来，结果发现是啥人？已经有翁婿啊，伊的大将啊，的某啊。哎呀，听讲传道定定讲，第一眼看见不是罪。我看到这无小心看到，伊就咧我头前啊，无要安那。第一眼看见不是罪。第二年呢，就是了。你唔通搁去看第二个，歹势，大便就是无听到传道讲的话，袂好听到。伊唔是干那看了，伊搁安那手去做哦，开始安那想办法写批，知影伊的丈夫是伊的大将，伊所真信任伊的大将，当用的大将，伊就写批，搁互搁较。其他一个大将讲，你著爱带即个伊翁婿去上危险的所在，带伊去遐战争了后，恁逐个拢走，剩伊一个咧遐，所以稳下来。对啊，读较真好，可是安那是得罪上帝啊，真可笑。得罪上帝总是上主怜悯伊，派一个先知，讲一个譬如，互伊安那。醒悟过来我做唔对代志啊！我做这个代志这么歹，10条戒内面拢写，咱今仔嘛有读到啊，唔通安那第6戒啊嘛，唔通行到因是第7咯哈，第7伫名称卡安尼了吼，这第7，第6安那，伊唔是敢若行到因，佫唔通安那
杀死人，伊安尼是毋是杀死人啊？是啊，主啊，恳求你赦免我。上帝有听伊的恳求无？有啊。所以第4篇就讲到即句话啊。咱斗阵来读32篇2篇头一节，请。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也堪的，这个人有福气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罪有得到赦免无？咱的罪有得到也堪无？咱是毋是有福气的人啊？感谢上帝，你是有福气的人吗？阿妹，因为上帝已经赦免咱，安那咱就会得到赦免？咱只认咱的罪，上帝就要赦免咱的罪。咱若是无互上帝赦免，咱也无认咱的罪，就亲像咱的性命真济空。咱伫即世界真认真打拼，想要得到真济的福气，想要得到积存真济，总是咱就亲像安那用水拿，用迄个拿要去渗水，神足重的，总是你甲升起来了安那。啊，那变拢流到无半个，空溜溜，就是咱性命真济啥物空啊，就亲像迄篮啊共款，你要用篮去清水哦，你敢袂？已经开工啊，一礼拜，你用啥物去清水？你的性命是亲像篮啊吗？真济空，你搁安那拍拼，也是空虚啊。头一个运费。就是上帝应允咱，咱的性命无过是空，真济空，无过互过去掠条咱。咱因为上帝恩典，咱得到上帝赦免，咱就会当咱的性命是去互上帝保守有新的。咱去这世间去打拼的时阵，咱有永远的福乐。咱就这个唔是迄个拿啦，咱就伊是啥物金的哦。咱的性命真做今日会当经历到一个祝福的，这是上帝恩典，互咱会当得到一个赦免，互咱重新会当搁有一遍的机会。搁较是毋是干那互咱赦免，毋是干那讲咱的性命是金的，咱的是完全的。才有一个应允，安尼讲，咱斗阵来读约翰一书第1章甲第9节，请。咱若认咱的罪。伊是真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拢总的不义。好，咱真知影，对照讲，赦免是赦罪，洗净是啥物意思？修复。好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身躯足侪爱修复的所在无？上帝因为毋是干那心内，毋是咱的灵的修复尔，伊嘛要互咱的身躯得到一个修复。得到恢复，因为上帝的标准是安尼，义就是标准。上帝赦免咱的罪，搁要洗除，就是要来恢复咱本来是伫个遮，这足大空。所以上帝要倒互人安那，心着足少的，伊要爱互咱安那恢复，互咱得到伊遐来留来恩典，满留来要恢复咱。而且要互咱的身心灵拢得到恢复，得到原来上帝所创造咱迄个美好、迄个祝福。伫我会记咧2012年，我7月来到咱遮，总是伫5月时阵，我就知影我要受派。但是迄阵要做一个决定，就是我的先生要互我受派无。迄天，阮大家斗阵家族要来食饭，去树林的所在14林有3宝，什么？无啦，毋是人参标，毋是4林，迄是东北啦吼。4林3宝是啥物？宝，这是真正有一间餐厅哦，你若树林来找我，敲互我带你来4林3宝，宝，总是遐定位足歹定的。迄天，阮规家族的人要来祝福我，恳求上帝引带我头前的路，阮就已经定位，我要入去的时阵。伫个门口遐徛一个人，戴着鸭舌帽。因为听着叫阮的名，阮也喊的声足大声的，阮来啊！叫阮的号码，伊就抬头看，阮熟悉下早做礼拜才3拄，甲伊点一个头，总是我感觉伊的面真忧愁，徛伫遐，额头
啊，我看了心真艰苦，总是我嘛搁较艰苦安那，阮有位伊无位呢，歹势啊，袂当让位互伊，定个头我就入去，我是囥个心诶足艰苦，啊，为伊祈祷。迄礼拜我会记得，只要拍开一个开讲时间哈，阮阿贤就想拍开对50几台啊，迄阵啊电视拍开。你就会当看见，对49台甲56台拢咧骂一个人，骂啥？骂一个毋是啊，即骂伊内面的一个部员，或者财政部长，因为迄阵啊财政部长要做一项代志，啥物货？啥物税？正所税。为着这项代志，然后这个财政部长随去用安那get out随辞职下台。迄个月底，我拄着迄个人，我知影伊先哪面忧面改，因为伊站在人生2好3坏。人生哦，过去有很多坏球，好球，但它挥棒落空；好球，但是它可能打到哪里，蹦壁，嘛是算好球。2坏好3坏，伊是要等保送啊，还是要甲拼一个？已经退休啊，所以莫怪伊面忧面结，无甲阮讲啥物话，伊干那摇头点一个头，因为伊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。这项张胜和财政部长，甲阮是同一个教会。我知，迄阵我才知，原来我咧选择，伊嘛咧选择。我2好3坏，伊嘛2好3坏。要决定袂无？我何必？伊做见证讲，我何必去接那个探手山芋啊？我都退休啊，阮太太嘛退休啊。因太太是国中的老师，都退休啊，好好的日子毋过，即马要去做财政部长，敢袂？袂啊要不要回谤？要。有确信，对未来无所畏惧吗？除非你忘记，还好他没有忘记，他没有忘记上帝的恩典。伊讲，迄天接到电话，爱叫伊决定的时阵，伊祈祷甲早起4点，是安怎？因为伊捌做财政部其他的职务的时阵，伊真惊啥物？伊真惊暗时，因为暗时拢安那困袂去，伊拢爱食安眠药。迄阵45岁，伊都爱食安眠药。即马迄阵要接的时阵60几岁，60通岁，伊会惊袂？即马压力是毋是搁较大？总是你知无？上帝恩典真正大。伊得到即句话，咱三甲来读：毋免惊，毋免错论。明仔日就出去应伊遐，因为耶和华甲你伫地。伊得到即句话，伊就回答：好，我过去的经验就是为着即马，我知我出去，毋是我咧做财政部长，是我所信靠的上帝做财政部长。你知无？即马伊见证讲。伊45岁的时阵爱靠这，伊即马爱靠啥？嘿啊！伊即马只要靠安那，靠上帝倒落去都伤忝啊！而且伊有安心，上帝应带啊，毋是伊咧做财政部长，所以伊做到即马搁咧做，伊是马英九总统第2次当总统还在位最久的。部长，而且他还荣获什么？荣获这个最佳的什么？最佳的财政部长。咱台湾无一个部长得到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奖，这个奖是上帝做的。伊讲毋是我，是我所信靠的上帝。你知无？伫安尼内面，伊得到医治。就是因为耶稣家己已经伫实力界定，咱三甲来读一句，请伊伫彩里
亲身担当咱的罪，伫伊的身躯，互咱做迄面死的人，为义即面来活，对伊的伤痕得到医治。就是上帝伤痕，十字架顶的伤痕，互咱来得到医好。所以财政部长伊毋免阁靠药啊，伊受医治。咱嘛共款，咱甲伊信有共款的上帝无？有啊，阁共款长老会哦。啊，长老会毋是长老是无要紧啊，上帝上要紧啊。而且伊所信靠的，毋那干那赦免伊，阁医治伊，恢复伊，阁安那来救拔他脱离死亡。安怎讲？因为伊伫咧即个困苦中间，伫伊即个交接1点钟，敢若交接1点钟，下一秒就去对，去到立法院去用安那洗面啦吼，去遐创啥？互这个咨询着互迄个要怎讲？去执行。咨询啦吼，一日去对透早日去，甲当时倒来，暗暝几点钟？10点钟到。伊回忆，伊见证讲，这10点钟以来，伊感觉分秒安那度秒如度年啊，佫10点钟诶，感觉讲经历迄个死亡，迄阵啊，伊安尼来祈祷，咱斗阵来讲即句即个金句，请。我捌吞论听候耶和华，伊阿罗我，听我的求救，伊对通惊的喊起，对土灰土中扛我起来，互我的脚徛伫石盘顶，互我的脚步在我。阿免。迄10点钟内面靠着即句话，红顶甲那。咱华语讲，少年讲满头包，还被钉在墙壁，成十字形。因为上帝因阮伊极力记起了上帝的话语，就互伊活起来，就互伊脱离迄死亡。伊做偌久啊？做2年啊，到即马还阁做哦。伊愈做安那愈好，因为伊知毋是伊咧做，是伊的上帝咧做。伊君算笑讲。伊随时拢会当离开，拢会使下啉，2点钟就会使到包好款款会使走。所以伊无顾念，因为伊知伊是上帝甲伊伫地。上帝当时要叫伊来，伊就来；上帝当时要叫伊走，伊就在。伊所经历的，咱嘛会当来经历。咱嘛甲伊共款，要脱离这个死亡的交界。毋那呢？上帝要讲。伫天里，伊嘛为咱来陪伴，所有伊要互咱的祝福。我会记咧，伫迄年过当年，伊有一个真重要的制度，就是伊想要这健全财务的方案。总是人甲伊讲，你莫戆啦，吼，你这个你来讲即项吼，一定互骂。总是咱的兄弟张胜和弟兄伊讲。我是为着上帝做，那为着国家，我愿意来做。我当时拢无要紧，下代嘛无要紧。上帝会保守我脱离死亡，毋是因为啥物？在这诗篇第6章第5节，伊讲，即个诗人伊安尼讲吼，上帝你一定会救我啦，因为死无的中间无纪念你。阴府的中间，治罪的感谢你，所以上帝你一定会救我啦！无我死伫的阴间，阁有谁会当来学了你，会当来感谢你啊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毋是互咱这个要挟的，上帝毋是欠咱的感谢纪念，毋是，嘛毋是因为你安尼讲你一定要救我，无人会当纪念你，无人会当感谢你，所以你会当救我，所以你才救张胜和，毋是，是上帝。不管咱什么种的人，上帝只要称伊做阿爸，只要你愿意认你的罪，你愿意信靠伊，上帝就要来救你。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圣和弟兄，伊互上帝来提升，伊特别伫这个富人加税这项代志，真侪人看不好，真侪人说无可能的代志，伊嘛捌甲上帝拗救，嘛捌甲上帝阿救。
讲主啊，你来帮助我。2月提出来，3月就遇到什么事？太阳花学运。所以有真侪人问讲：哎呦，安尼你哪有可能啦？这个法案哪有可能过？伊安尼做见证讲，到3月太阳花之后，一开会，居然第一个放下什么法案？他提出来的这个健全方案，而且一致通过，因为我们有第一的上帝。上帝第一，你若看上帝最第一，上帝予你排就第一顺位，而且一致通过，这是上帝恩典。所以伊定定安尼见证，甲阮讲，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厝体，去做的人就安空空啊！感谢上帝有安尼伫咱的性命中，伊嘛要用仁爱，伊要提升我们哦。咱要步步高升呢，敬兄弟姊妹，咱要步步高升。特别升到哪里？升到咱通好做祭司，咱通好代代拢真做祝福。因为上帝一个人伊已经替咱死，咱嘛要甲伊同搁活，而且要互上帝来提升，咱要来步步高升。咱敢会记得伫圣经中间？有一个真实的事件，即马历史中去调查，这是真实的事件。什么事件？以斯帖，伊是以斯帖。以斯帖是一个对波斯王国来讲，伊是外国的查某囡仔，伊是犹大人。总是这个波斯的王，因为正正的这皇后唔听伊的话，所以甲废无了后，搁一遍来这个选这个皇后。以斯帖去用选入去内面，总是伊的宰相处心积虑想要对付因，甚至要甲这个族群这个犹太这个族要甲灭无去，用心用计。所以这个以斯帖的这个义父末底改，伊就派人去甲以斯帖讲你唔通拍算，你伫王宫内面比正犹大人较会脱离无？你唔好想讲无你的代志哦，这个意思伫这时，你若点无讲，犹大人要对别位得到脱离，得到拯救，你甲你的老爸一家要拄到灭无？这句下骹这句真重要。咱斗阵来读甘好，兼要你得到王位的位，毋是为着今仔日的施世啊！今仔日你做皇后，你做皇后，这个位兼毋是就是为着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就是要用你跟神来同工，使得神所拣选的得到头榜。也毋是为着这个事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也毋是为着这个事实。今仔日咱伫这世界生活，张胜和咱的弟兄，伊已经退休啊，搁互人讲，无你来，紧来来贴卡嘛好，也毋是为着这个事啊。咱也毋是为着即马无主任牧师。咱就回应讲好，我来。也毋是为着咱个团契，也毋是为着这个世代，也毋是为着咱无法度做部长，咱嘛会当做家长吧？有无？咱有做家长无？也毋是为着这个事，咱要来祝福咱的囝儿代代嘛。咱的囝儿，咱的社会，咱的教会，即时若是拄着困难，即时这个时势。上帝来呼召你，你若是感觉真无平安，你若是感觉讲，敢若会当搁较好，神圣的不满足。你若感觉讲会当搁较好，毋是用嘴啦，毋是用嘴来做，是用啥物？我来，主你呼召我来，我为了这个事，我回应上帝讲，我来，毋是安那，咱毋是去讲安那，你来，这是歌。毋是讲你来，是讲啥？我来，主啊，我就是为了这个事，
我来，我就徛伫教会重要的时阵，徛伫公司重要的时阵，徛伫家庭重要的时阵，徛伫家族重要的时，我来，因为你若拒绝上帝，上帝讲安那，要对别人得到脱离，对别人兴起别人，要兴起别人，毋是上帝欠你一个，但是真可惜，你就无份了。上帝予你机会，徛伫教会，可能两好三坏。上帝呼召你，毋是别人，干那你有一个位，干那为着你。你若讲坏，安尼上帝兴起别人，甲你就无关系。我真感动，这个张胜和弟兄，伊就是愿意。我活地，我活到退休的年纪，总是上帝哩呼召我，我就是为了这个事，我讲好，我愿意，毋是靠我迄个身躯伫要退休的，爱搁食安眠药的，毋是，总是主，你要兴起我，要来甲台湾，要来台湾的政府，要来伫咧遮，互人知影主你是掌管这万有，知影你掌管祝福台湾的，我就愿意来，我回应上帝。毋免烦恼，上帝要攻击咱。逐项的好物，水的哦，毋是干那食会饱尔哦，个水的好物，互咱知影知足，佮互咱会当少年呐，哪来哪有气力啦吼？亲像啥物人永远拢18岁，啥物人头前即个啊？其实我几岁？毋好讲啊。上帝互咱，我可以通好更新，咱通好如因烦恼、烦痛，哈尼有气力，佮有单纯的信心，佮有主就是我来，因为主你呼召我。当咱伫个压力下要做选择，真困难，我知，因为过去人生已经两好三坏，有人愈拍愈去大联盟。有人愈拍愈小联盟，甚至尾去坐迄个冷板凳，搁伫个坐伫遐抱怨天气不好，投手很诡诈，甚至搁拢无公平，拢别人啦，裁判不公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对打开始，咱若知影伫关键的时阵，知影感恩有从上帝赦免咱，上帝恢复医治咱。上帝要救咱脱离迄死亡、迄个危险的所在。上帝要上帝要互咱提升，上帝要来满足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个小年夜，伫个开春之后，世界的股市，甚至世界的经济，未来一年，咱的教会嘛是同款，咱的家庭嘛同款。圣经甲咱讲，摩西上尾。伊讲，咱若是愿意遵探上帝旨意，敌人一条路来攻击咱这个敌人7条路要走去啊！惊就惊死，惊啥？惊上帝，咱信靠上帝，毋是惊咱，所以咱免惊啦。刚好，咱对未来免惊，咱对未来毋免惊，因为咱有上帝。我们对未来无所畏惧，除非你忘记了，咱要会记哩，就咱爱时常感恩、思想、敬拜，三全其美，对咱家己好，咱的心爱开阔，对咱的身躯边的人嘛好，对咱规个教会拢好，咱就透过敬拜而乐。所以下晡咱有敬拜这个演习，你若有心，虽然传道一唱歌，大家拢走去，甲我开车同款。我讲我要开阮家的人拢散，我唱歌嘛是安尼总是无要紧，咱有心就好。下晡你会当留落来，咱斗阵来敬拜演习。这个歌会当真做咱生命中的安慰，甚至会当真做别人的安慰。这是一个美国一个牧师，是一个布道家。伊伫个人生为主来拍拼的时阵，有一天伊的某甲伊讲：“我要带囝要离婚。”因为伊要甲别人，搁另组一个家庭。
伫美国这个法律内面，一个若想要提出的离婚，你若歪嘛无办法，总是这牧师心内真艰苦。我到底做毋对什么代志？我亏欠上帝。我是做一个牧师徛讲台的人，我连我家己的家庭都过袂好势，但我是要安怎开讲台？伫人生两好三坏，咱会想到过去真济的失败，咱会想到过去真济的挫折，真济经验，互咱阵啊拄在遐好球来，咱嘛毋知影要回放，咱论呢，咱拢袂记得上帝恩典真正大。这个牧师，伊去应征足济的教会，总是教会看伊的资料，看了讲，你著离婚，是要安怎徛讲台？经过真济年，伊伫人生真谷底，就亲像伊开的车，开到山谷的当中，伊的头壳回想。上帝伫伊的一生中，虽然婚姻是伊真大的败笔，总是有一个旋律，这个旋律真安慰伊，互伊搁一遍讲主啊，你知我为着你，虽然伊的太太甲伊离婚，但是伊立志讲主啊，我要遵守你的诫命。我无要搁结婚，因为我若结婚，就亲像咱今仔日读的经文，咱是含落伫这个箴言内面，伊回应上帝。困苦中，这个声，就亲像你即马听的这个声，真安慰伊，搁互伊有盼望，互伊心激动，互伊无搁软弱，伊就较紧开车返去伊的厝，伊甲这个旋律，紧甲记起来。甲伊的一生对上帝信仰的告别，伊讲真济代志明仔载要领教，真济代志真学得明了。总是我知主你掌管明仔载，主你要引带我向前。这个牧师到51岁的时阵，伊的前的太太甲伊的太太开车出去发生车祸，过身去。过身了后，伊为着伊祝福，伊的心，互上帝真大的启示。伊尾啊，佮拄着真好的妇人人，伊嘛真多甲妇人人去做一个教会斗阵来服侍，而且伊用真济诗歌来安慰真济人。兄弟姊妹，当咱伫个关键的时阵，咱伫个大市区。压力很大时候，咱唔通袂记得感谢，透过诗歌，咱来思想上帝，咱来敬拜上帝。上帝要互咱知影这是好球，也是歹球。然后呢，要讲出去无？要无？决定要讲出去，而且上帝要祝福咱安那？哇！风出万国千里达。感谢上帝，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。咱三个来唱这首诗歌，这首的诗歌就是拄则这个牧师伊所写的。我唔知明日的大雨，主带路。当卡波，已在我头前路途，最最属名字为你高，最最属我的名流。
每一步，每一步，哪行哪个面，亲像白金流水，我当在那背着天，那存在灿烂光辉，梦所在，主眼更破旧，无目屎，眼无痴恋，地美丽，彩虹的尽头，情山了，把天撒连，这结束。将冠铭记，你看我一路行靠，我不知将来的日子是笑我也是伤悲，依然做应有一脚脚。耶和华是我羔羊，你头前虽然有水火，有试炼，也有苦悲，但日主因抓我路障，已不会。最属铭记为你高，最属我的明了，我亲在主将冠铭记，你看我一路行靠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我知你即时有真侪的画面伫你的脑海，刚好这个是将你所看有的恶担当的明仔日要发生的。交代伫主的面前，主要来掌管。咱安静30秒，伫上帝内面的祈祷。掌管明仔日的主，愿感谢你。你深深知，阮内心所有的想法、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未堪治的、恶担当的、失败也好，过去真济，阮毋敢去回想的，总是主，你爱阮回想。主你的恩典真正大，主你来赦免，你来医治，你来恢复，主你也来拯救阮脱离死亡的权势，主你来提升阮，主啊，你也来祝福真侪阮的冠冕，主你也来供应有够也恩典，主你的恩典真正大，感谢你甲阮伫地。主，阮也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阮安尼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
阮的日死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抓阮入地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缘，因为国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